终身大事也得考虑考虑了。这条件不要太高，不用长得太漂亮，最好会照顾人。妈，我大概喜欢反过来的。出来遛弯，你拿个保温杯干什么？老张刚给我打电话，约我打牌。打牌就知道打牌，儿子都回来了，还有心思打牌？我已经陪了他好几个小时了呀。那行，9点以前必须回来啊！一定好好照顾你妈。是，就知道打牌。儿子回来啦！是，中午刚到。你们家怡图真是越来越帅了。有女朋友了吗？工作太忙没顾上。再忙嘛，终身大事不能耽误的呀。在外地工作啊，就是这点不好，家长管不到。要是在本地工作嘛，孩子都可以上学了。就是啊。回头我看看有没有上海的，帮你介绍啊。你别忘了啊！哎，再见。快走！哎呀，这个阿姨就爱操心。跟妈说说啊，下午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上次回家前，我跟单位提了离职，但是现在还是回去了。其实妈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儿，就是你高考的那个时候，非得逼着你报金融专业。你说我当时怎么想的呢？我就想着我儿子分那么高，必须得考一个最热门的专业，不然那么多分就浪费了。后来呀，妈知道你偷偷的学了2个专业，可后悔了。你说因为我白白费了多少努力，都怪我。儿子啊，跟妈说实话，你打算离职，是不是因为上次妈生病了？妈，傻儿子，你又想多了。你以后做什么事儿啊，不用总想着我能怎么样，管好自己就好啊。儿子，妈真的为你骄傲，你已经做得够棒了。我跟你爸呀，都被别人羡慕死了。答应妈，真的没必要什么事儿都做到最好啊。儿子，终身大事也得考虑考虑了，不然那家阿姨总追着我问，说你家于途什么时候结婚呢？这条件不要太高，不用长得太漂亮，最好会照顾人。妈，我大概喜欢反过来的。